美国政府关门到当是创下上久的纪录，也各机关部门呢，都因为安尼来受到冲击。联合报告指出，联邦航空署为了航空安全，宣布讲对11月初7开始，全美国40座主要的机场航班的运作会来减4%，11月14进前会减到10%。目前全美国已经超过800座机班互取消，2000外航班的这个时间有去签到，也国际线即嘛是也无受到影响。 在纽约纽沃克机场航站旅客排甲真长，美国政府创下关门上久的纪录，对各机关部门的影响渐渐扩大。因为飞行安全相关的管制人员无来，造成人力紧张。联邦航空署 FAA 以飞行安全为由，初次下令全美国40座主要机场减少4%航班运作。根据外国媒体报道，初次以来，全美国已经超过800个航班互取消，2000多个航班延迟。也不过国际线的航班目前暂时无受影响。 I mean, nobody want to travel and then you end up getting stuck. So that's definitely a concern for a lot of us, for sure. I was a little nervous, but it's a trip I have to take. I have a relative who's not feeling well, so can't let the circumstances stop me. 真侪旅客烦恼飞行机临时互取消，所以比平常提早几点钟到机场较近。FAA 下令缩减航班了后，各大航空公司也随之执行这项以前所无的作业。FAA 表示，航班缩减的幅度会伫11月14进前提悬到10%。那政府继续关门，能力无够的情况无改善，航班取消比例可能增加到15%至20%。 Yeah, I think it'll definitely gets worse. I mean, as controllers start to take time off, I can only imagine they're not getting paid, so that affects travel. 民主党甲共和党有愿为预算坚持袂落，还未达成实质共识。因为感恩节假期都要花钱，空中交通需求增加，那政府关门延长、航班减少甲延误的影响会继续扩大，受苦的也是民众。公司新闻周小芬编译。